即首诗歌先弹一遍，因为咱即首诗歌咱较无熟，好，感谢。甲第二节。歌词咱较无熟，所以咱来斗阵读一遍。来，咱斗阵来读一遍。求你圣火直照，直到私欲消无，罪恶变成火灰，互我得正胜。愿你的光做灯。时常照我脚前，显照我身边，互我路径光明。咱搁来唱第二节，搁来唱一遍哈。这首诗歌咱较无熟哈，所以咱搁来唱一遍第二节。第二节，求你圣火。6节，如同旷野的鹈鹕，我好像荒场的枭鸟，我警醒不睡，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有一天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像孤单的麻雀。可是诗篇里面告诉我们主是咱永远跟咱永远同在，所以主的安慰跟咱同在。像这首诗歌同款哈，主的圣火降临，直到咱的需要拢消无，和咱的罪恶变做火灰，互咱会使成圣。感谢主！这是咱过来唱圣诗第161首，
耶稣宝贵的名。咱来唱第1节到第2节。甲我同行，无论忧闷疼痛，我拢袂惊赢。诗歌是咱足大的安慰。每时阵，咱心内有忧闷的时阵，咱会来唱诗歌，咱会甲上帝斗阵，天使甲咱同唱。歹势，咱搁来唱第3节，吼，第3节的歌词。心来唱390首，乌老天父万福本源。咱祝福家己，嘛祝福别人。咱伫即个圣殿，咱要来敬拜咱的主，咱来乌老咱的天父主耶稣，三位一体的上帝。感谢你，今仔日你充满这个圣殿，今仔日你来合阮的心内，除去所有的疼痛、甲咱的艰苦、甲忧闷。主啊，你来除去阮所有的病痛，你来除去阮所有的忧愁，你来除去阮所有的重担。主啊，阮即时将阮所有的重担交托予你。主啊，你充满这个圣殿，你的圣神甲阮伫底，你消除阮的罪恶，
敢若花情共款。主啊，感谢你的恩典，你只是帮助阮的安静心。阮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牧师，伊所讲出来的话，拢会使得到主的帮助，甲圣神的同在，互阮拢得到利益。主啊，互阮会使顺从你的旨意，行你的道路。求你甲阮今仔日的敬拜斗阵，阮所有的阳光拢归于你的名，所有的上赞拢归于你。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为下世界平安，一起来安静心，来准备今仔的敬拜。
伫天顶，你以外，我有啥物人？伫地上，你以外，我无所意爱。我的肉体，我的心神会衰弱，毋过上帝永远是我快乐甲产业。这是圣诗176首，请起立。请坐。这时阿头三个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是主日，求你的荣光、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引领我们的方向。这个世界非常的多变，非常的黑暗。主耶稣，你是我们人生引领方向的光。求你带领我们教会，带领我们众会友、众信徒，在你的圣经的引导，
走出我们符合你期待、符合你目标的人生。求你祝福我们以下聚会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恩，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启应文第19篇、第4篇、84篇。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乱无上主的殿院，到要昏去。第声，统帅上主啊！我的王，我的上帝啊！七鸟啊，伫你的祭坛边做寿。徛起伫你的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行过大雪山谷，拢变做水泉。因愈行愈有快乐。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我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伫你的殿院，伫一天，我宁可伫我的上帝厝过门。谢声。好，明白。伊互咱恩惠甲光荣。谢声。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圣经即时算是第27篇第1节到第6节，第二章伫个14章到14节到14节。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我犹原惊啥人？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犹原惊啥人？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因拢会跋倒失败。虽然大军杂营包围，我的心也袂惊吓，因为对敌发动战争，我悠然安稳自在。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一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伊的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寻求伊的指示。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互我藏伫布边内，伊会保护我，互我伫伊的厝内，伊会甲我放伫石盘顶，互我的头也悬，超过包围我的对敌。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呼献祭，我要唱歌学罗上主。我深信第13节，我深信一项事，我由我会享受上主的恩惠，就信靠上主，就勇壮壮大，就信靠上主。这时赞美请联合小诗班。今日要吟的诗歌是记好朋友，就是耶稣。
日子的，当你孤单时，真水会陪你坐你身边；当你流目屎的时，真水会对你亲去悲伤；当你软弱无气力的时，真水是你的倚靠。在你人生黑暗的路途，真水会牵你的手，为你同行天路。唔免惊，因为咱有一位永远无离开的至好朋友，伊就是主耶稣。关注今日的小师班的游戏，这是讲到要请黄牧师今仔要讲到的题目是首要的书爱主。人生上重要一项事，就是听咱的主耶稣基督。大笔，伊伫厝内是上界世，因为真世，上界没仔囝，所以伫家庭中间的地位无真悬，顶面过来阿兄。伊互老爸派去旷野，固守遐羊群，所以伫旷野中间有一个磨练真勇敢的心，所以咱若是读大笔一生的时阵，咱就知影大笔伊是一个战士。伫旷野17岁的时阵，去旷野固守羊群，有熊来，然后有狮来，而且羊只要野狼来，所以需要保护这羊群，甲这野兽争战。伊是非常有才华的音乐家，真够弹琴。连迄个扫罗王，心内有真大艰苦，是有遐真大魔鬼会侵入的时阵，伊就请大笔来，大真有这个灵性。伊是一个诗人，所以咱对伊的诗所写的诗篇中间，看见伊常常描写大自然，因为对上帝有一个敬畏的心，上帝创造万人有，然后对上帝的角度看这一切事，哇，非常智慧、有才能、有一个能力的一个创造。伊是一个非常有信仰体会经验的人，所以伊常常将伊的信仰的体验写伫诗的内面。这个诗句，无论是大自然，无论是信仰的这个经验，常常真做以色列人用吟诗、唱歌的一个诗句的材料。上个重要的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伊甲上帝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透过这个诗，无论是描写大自然，无论是讲到伊信仰这个体验，伊的中心拢是甲上帝对伊用上帝做伊的体验的中心来描写这个诗。而乐创造的上帝，而乐上帝是一生的上帝，无论是拄着什么种的代志，伊拢来到上帝面前。对光明伊的心，17岁的时阵，伊是受高抹做王，
准备要接煞扫罗王做王。通常伊若是受膏抹的时阵，我想伊心内一定有一种的理想，一个想法，我是将来要做王的，所以就开始伫迄个所在想起伊做王的梦。有一天我若做王的时阵，我会怎样来做呢？上帝互我做王，我真好才会享受，我会当享受真好才会财富，即国家才会财富，我会当享受。我会当奖励国家的这财政，我会当享受真奢华的生活，亲像列国列邦这君王所享受的同款，有真正人咧服侍我。我有真大一个权利，我会当计划国家的大事，我会当调度国家所有这资源来互我来运用。我坐伫迄个王真悬的王位中间，然后这百姓、这官员拢对我拍拜，我有享受真大的荣光。我要用我的权利来治理我的国家。若对我好，我感觉好，我就想说伊；若是对我无好，我感觉可能我就来处罚。是因为咱每一个人对咱的身份，咱对咱的未来有这种梦想。特别伊受膏抹做君王的时阵，我相信伊有真大一个权利，伊有真大一个条件，会当想象伊的未来非常阳光的未来。但是迄个时阵，扫罗王还阁在位，伊是偷互来膏抹做王。后来扫罗王知影的时阵，我非常生气，竟然有一个人要来抢我王位，要占我的这个国王的王位，所以伊就对大卫真怨恨，然后要将伊害死。所以大卫呢无法度，伊就走去到旷野的所在，伫遐避难。安尼扫罗王一直安尼追杀伊，伊就安四界走。死到旷野的所在，秘伫山洞内面，所以伫迄个所在，安尼两个安尼一个对一个走。当伊咧漂亮的时阵，伊写诗篇27篇。拄则咱所读圣经内面，伊写27篇，就是伊多谢扫罗王伫遐追杀的时阵所写的诗篇。咱若是看这个诗篇的时阵，你就感觉伫心内无迄个怀忧丧志，就感觉讲我若可怜了，我若艰苦，我若真怨恨，竟然追杀我！我是上帝所膏抹一个君王，为什么你要追杀我？我违反上帝这意思。然后咱要看这诗篇的时阵，有一个非常超然得胜一个宣告。虽然人对我安尼，我犹原倚靠上帝。虽然扫罗王追杀我，我犹原信靠上帝，因为上帝是我唯一的倚靠。别人兴起这刀兵，别人兴起这战争，要来追杀我的时阵，但是上帝是我的倚靠。其中有一句话，当咱写的时阵，你就感觉讲，伫迄个情境中间，咱写不出这个话，应该是有真大的埋怨。我应该就真大的惊吓，但是当伊写诗篇27篇的时阵，伊心内有一个非常安稳的心。伊讲一句话讲：上帝啊，伫我人生中间，只有一项事对我上界重要。这项事毋是我要做一个怎样的君王，我会当得就是偌大的权势。这项事比较所有世间遐个事中间，迄拢无算啥物。只有这项事对我是上界重要，上界有意义。是我所羡慕，是我所追求的。我宁愿用全部的性命来追求一项事，就是上帝你。有一天我伫圣殿中间，我会当来看你的美善，看你一切的好，这是我唯一所求的。伫好啊本华语的圣经内面讲到一项，我真正捌安尼求，现在我嘛是安尼求。意思是讲，甲上帝有一个亲切的关系，然后会当看见上帝的阳光来敬拜伊，这是伊对过去、现在、甲未来所羡慕一项事。上帝啊，我伫旷野中间的时阵，伫遐过样的时阵，我犹原恳求上帝啊，我希望当伫圣殿中间甲你相同做伙。现在我伫旷野这个所在。多谢扫罗王伊的追杀的时阵，我无恳求讲上帝啊，你都互我紧紧做王吼，安尼互我有够权力，会当对抗扫罗王。无伫迄所在，我犹原安尼恳求讲，我真希望有一天我会当倒转到耶路撒冷，
伫圣殿，伫你的会幕中间，迄阵还袂圣殿，伫你的会幕中间来敬拜你。我会当放弃一切，过去伫我一生中间，我遮尔亲近你，现在嘛是共款。只有你是我生命中间唯一所羡慕的，这是代表。新约有一个代表人物，非常重要人物保罗。保罗伫腓立比书讲到伊家己出伊的身份。如果咱要用咱现代的语言，用咱现代的环境，差不多咱会当来安尼来描写保罗。伊讲我一项，伊讲我出世的背景，我是有真高贵、优良的血统。我出身是非常非常的尊贵。我生长在上流的家庭。我现在有美国国民的身份。现在咱常常用真侪方式，无论是钱啦，无论是投资啦，无论是技术啦，希望会当成做美国国民。然后呢，有国民了后呢，佫真烦恼去互川普搭你国民才取消。我来讲，我出世就是有美国公民的身份，这是大家所羡慕的。我是伫哈佛大学上届有名的教授的一个高材生，出世伫最高的学府，受教于最有名的教授。我有真好的学问，所以伫迄个所在所读的有关系一切学问知识。我受到非常非常好的教育，我是有智慧，而且我专心全意遵守上帝的诫命，所以伫人的中间，我是有真高尚的人格，非常健全的人。我阁年轻有为，所以我对维护传统的制度有真强烈的热情。若违反的这个制度时，我会起来盖抵挡。我会去为他而战，所以我是有行动力，而且我有高度影响力。所以呢，当拄到发生一寡代志时，我要起来捍卫我的优良传统，而且我是有行动，采取行动，而且非常积极。所以我是伫政治界、伫宗教界、伫学术界，是有公认闪耀之星，有非常非常阳光的未来。这是保罗。结果有一天，伊要去到大马色，掠这个基督徒的时阵，主耶稣基督伊来显现，伊的生命完全改变。伊讲过去我所具备、我所拥有这一切，我感觉非常骄傲。伫人中间，受人非常尊重。我有所有尊贵的身份，甲这个条件，伫人的中间会当徛起真悬的地位。但是现在伫我的眼中，伊拢失去伊的价值，失去伊的光彩。这物件对我来讲，就若像粪扫共款，随时会当放散，而且甚至已经放散。因为伫我生命中间上界重要一项事，就是明白主耶稣基督。这项事比拼拄则所讲一切这条件，超越一切。我会当放弃所有这一切。只有明白主耶稣基督。为着这项事，我的现在人生的焦点，我的人生的目的，我所奔走的人生的路程，拢是为着这项事，得着主耶稣基督。现在无论是遭遇真大患难，无论困苦，无论是夭饿，无论是破病，甚至死亡的威胁，拢袂当牵煞我对这项事坚定的意志。听主耶稣基督唯一来我。耶稣记载主耶稣基督第一遍来到伯大尼马大甲玛利亚的厝，玛利亚坐伫主耶稣基督的脚前，专心听伊所讲的话。然后伊的姐姐马大为了招待主耶稣基督甲群的人客，伫厨房遐无用安尼。其实咧，伫咱现在是过去的中间，这差不多是马大所做，较比较符合当时些社会经验。咱到一个场落，伫这个科技界，
真有名。常常这招待人客，安尼，顶多拢伫厨房咧无用。过嘛来，我一道两道，伫外口客厅讲甲欢喜甲，安尼讲代志讲甲欢喜甲，我伫厨房安尼无用甲，安尼，你袂当出来哦，袂使啊。着因咧讲个查甫人伫遐伫遐讲，我着伫厝内底啊，一道饭甲食甲欢喜甲，即个马代，差不多是安尼啊。所以应该受讹落的应该是马代，因为伊遵照当时过社会一寡制度做一寡代志。但是即个玛利亚，你当形容，伊嘛是伫厨房，当主耶稣基督来，伊就真欣赏，真好奇，看这位耶稣基督，然后注目伫个心上，然后慢慢对有一个真大吸引力，伊就安尼哪做代志哪做哪放安尼，就骹哪刷，厨房慢慢刷，所以到客厅中间，全坐住主耶稣基督的骹前，听伊所讲的话，注目伫个心上。主耶稣基督讹落伊对马大讲：“马大，你安尼无用，安尼心内操烦，安尼但是玛利亚已经上界好福分。”自信看耶稣，坐伫耶稣的面前，这是上界重要一项事，毋是伫厨房做你哪亲像应该做的事。当主耶稣基督来时，会当超越这一切，注目伫个心上。后来主耶稣基督搁一边来到伯大尼，玛利亚摕出上界贵重的香膏，拍破这玉板，然后将这香膏抹伫主耶稣基督骹前。而且这个动作表明，我羡慕主耶稣基督，伊值得我奉献一切，上界宝贵一切，才会财宝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抹伊的骹。这就是非常侪钱啊！所以这个学生、这个门徒拢感觉讲：哇，浪费遐侪钱啊！这足贵重的呢！这钱你也当去帮衬真侪送香的人，这哪想真好意啊！你就知影讲，会当帮衬真侪送香的人，表示这是一笔真大一个价值的一个财富。然后主耶稣基督讲：伫我身上所做，袂浪费啦，因为主耶稣值得咱奉献这一切。所以伫这个所在，主耶稣基督讲，连传福音无论到什么所在，都要传玛利亚的心。这是表明一种疼，到完全奉献的一个模范。因为疼做入侵，为咱家己保留的愈少。玛利亚摒空伊的香膏，为着主耶稣基督来洗骹，不是浪费，是主耶稣所欢喜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值得咱奉献一切。主耶稣基督其实有对两项事奉献的讹落，对不对？这是讹落这个寡妇奉献的2000银，这边是讹落玛利亚所做摒空伊的香油伫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有时咱的奉献拢是斤斤计较啦，吼。过去咱咧想讲，咱咧奉献时阵吼，咱即摆已经活伫即个新约时代、稳定的时代，咱敢不着去遵趁旧约中间即个律法的规定1/10，安尼。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讲1/10是要安怎计算？净利的1/10，还是营业额的1/10？哦呢？咱亲像讲，第一项我敢就遵守律法的1/10，要不要？第二个。要奉献的时候，要不要计算一下到底多少才够？我要尽1/10，但是希望唔要奉献伤多，迄个感觉安尼，敢若奉献伤多，就感觉是我家己较吃亏迄个感觉，有没有？有时咱咧奉献的时候，感觉讲计算安尼安尼。但姊妹，这若是出于勉强若是出于这种义务的，我都要尽1/10吗？这若是勉强到一个义务就你规定咱无奉献袂使。我若是要接受奉献啦，无买，安尼计较安尼算到遐尼准安尼。而且我去上课的时阵，有人就问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奉献1/10吗？这个老师安尼讲，伊讲这是旧约1/10，但是新约稳定的时代，你敢知影奉献偌济？
都要尽力的快乐奉献。你安尼奉献的时阵，上帝看到安尼报赏愈大。上尖下流的恩典给你多少？尽咱所有的，不是1/10，尽咱所有的。我捌听一个吼，原来对着上帝真有恩典。伊讲上帝啊，你享受我真多，所以1/10我保留，为了我的生活9/10奉献给你。这就是信约。这个所在表明一项，玛利亚伊奉献，乃是出于疼，完全的奉献。这个表明疼主耶稣基督，值得我献所有。但是姊妹，伫在别的身上，伫保罗的身上，伫玛利亚身上，拢有一项事，耶稣基督值得伊所有的疼。主耶稣基督值得伊奉献一切所有，生命中完全的一切。对代表来讲，伊奉献乃是君王的宝座；对保罗来讲，伊当付出，乃是伊真尊贵，是社会中间一个非常阳光的未来。对着玛利亚来讲，伊所奉献的一切，乃是伊所有贵重的物件完全奉献。我伫英国教会牧会时阵，有一个名务长了。我去时阵已经差80几岁，身材真矮细，翘骨吼呢，咧。80几岁，为什么伊会做名务长了？我嘛无啥知。唯一的名务长了。我看伊相片的时阵，20几岁。有够水的，因先生嘛呢，过去进入社会地位，慢慢年老。我去看伊的时阵，伊住伫迄个关岛，毋是迄阵也无什么绝印吼。那关岛毋是住伫绝印旁边，是较挖伫迄个淡水河安尼边啊。所以我去看伊的时阵吼，伊就讲，这个长老呢。伊每一个礼拜拢来教会，对关岛坐车来，80几岁。伊囡仔讲，你著坐计程车去啊？伊讲这无菜啦一转咧400块，所以呢，伊著要坐2点钟，搬3班车，对关岛，逐礼拜来到永和要做礼拜，400块欠起来，奉献。我看伊的时阵，伊讲，我住伫遮真好势。拢会咱看到这个淡水河，到黄昏的时阵有遐安尼夕阳，安尼过来真好。我咧早起时到遮做清静，读圣经、祈祷、亲近上帝，住伫遮真好。无偌久了，因搬去到影湖、燕子湖，伫新店迄个所在，毋是伫溪仔边，是伫山顶。我过去看伊的时阵，伊安尼讲。住伫遮真好。透早的时阵吼，早起床，日头拄出，听到鸟仔声，伫这个大楼走廊遮读圣经，祈祷，甲上帝亲近，真好。伊90岁的时阵，伊的囡仔送伊去到三芝安养中心，得到真好的照顾。我搁去来看。伊讲住伫遮真好，有家己的房间，有人安怎照顾安尼。逐工我都拢去参加即个安养中心的礼拜聚会。阮陪伴伊行一段路，安尼人招呼安尼。这啥物人？这啥物人？住伫遮真好，可以当安尼做礼拜，安尼真好。希望我会当去到上帝遐。甲伊安尼3档做伙，但是住伫遮真好，淡水河边真好，新店影仔湖真好，三芝安养中心真好，拢会当亲近上帝真互人怀念。
伊活到将近要100岁。只希望去到上帝迄个所在，但是还佫伫地上的时阵，伫地上所过每一天，拢真好，因为无论去到什么所在，只有一项事，读圣经，亲近上帝，甲伊相同亲近。兄弟姊妹，这是咱一生中间的代志。对咱来讲，外在环境怎有变化，无论拄着什么种的环境遭遇，拢袂当阻挡伊伫心内对上帝深深的爱慕。所以伊是名有长老。伫过去少年的时阵，可能一定就是非常听教会，非常听上帝，非常听人，所以是名有长老，到年老。这像台面所讲的，我过去时阵这里羡慕上帝，我伫现在到伫未来，拢是希望上帝。过去怎样追求上帝的面？对基督讲，互我当看见伊一切阳光。现在我嘛是安尼祈祷，真好，我伫遮真好。一个听主耶稣基督的人，圣经讲，伊的目睭就若像鸽子眼，非常自信伫迄个目标中间。一个听主上帝的人，伊让专心看主耶稣基督。外在世界失去伊的色彩，失去伊的吸引力，所以常常有人写这诗歌。伊讲主啊，你超过一切，比这黄金、钻石更较宝贵。啊，佫有安尼的歌讲，上帝啊，你互我拍破一切这偶像。上帝啊，你将我的目睭对这世界乱无中间牵线，互我专心的会当看你、听你。啊，这时我咱来唱的时阵，你就感觉讲，喂，当写出这个歌词，一定是对心内对上帝有一个真深的羡慕。上帝啊，只有你。或者这金银财宝，世界这财宝对我来讲失去伊的光彩。我对世界生活有一个乱无的时阵，这就是偶像，超过上帝，拢是偶像。上帝啊，拍破一切这偶像，独独你真做我心中所爱。大笔，伊安尼祈祷，上帝啊，我犹原追求你的面，看到你的阳光，我会当放弃一切君王的地位。保罗只有一个至宝，连捌主耶稣基督。伊安尼讲，主耶稣基督捌带我去到三层天的所在，三层天。我相信底下伊看到非常光彩，黄金街、碧玉城。有人就安尼讲，如果咱来去到天里迄个所在，看到黄金的街路，看到这个宝石所起的城，咱个敢会当乱无世界中间1克拉、2克拉的钻石，还是差不多几公斤、几磅的黄金，咱敢袂去关心讲今仔日黄金要起偌济钱？因为在那边就是黄金街、碧玉城。你若看到一切美丽的时阵，你敢当羡慕伫世上的中间这其他的美丽？因为所有拢受主耶稣基督代替。圣经内面讲到，如果咱会当伫田里内面发现着迄个至宝的时阵，咱会变卖一切，卖所有物件去得到这个财宝。如果咱来看到主耶稣基督，对有一个深深的疼。主耶稣基督是我一切福分的源头，咱敢袂去甲主耶稣基督计算迄个1/10，到底要哪计算？加100块、200块、1000块、2000块。如果主耶稣基督是一切福分的源头，袂当欠这只有一项，就是上好的福分；袂当欠这超过君王的地位，就是主耶稣基督也好。袂当代替世上一切这身份地位，亲像保罗同款，至宝就是耶稣基督，会当赢过这世上一切。只有一项事对着因来讲，只有一项事，听主耶稣基督。伊把这项事伫咱中间，上帝亲像诗歌里面所讲的，处在一切。代替一切伫世上的乱无，
因为咱可能心中，咱可能手头中间有咱所欢喜的物件。为了代替这一切，咱根据上来讲，上帝啊，上界好的物件给我，赢过这物件，把上好的事给我，来代替这些次好的物件。这嘛是真好，但是甲主要所基督比起来讲，这是次好的。上界好的福分就是咱主要所基督，特别咱对伊专心专意的听。咱三甲来祈祷。主啊，对阮来显现，亲像大卫所讲的，阮只有求是项事，就是伫你的圣殿中间，看见你的水，看见你的宝贝，看见上界大的福分，还会当全然听你，注目伫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接下来唱回应的诗，圣诗161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这是请书献的担当。
咱大家来祈祷。听阮天父上帝，主啊，阮感谢你所赏赐予阮的一切，赏赐阮活命，照顾阮的生活，你使我平安甲喜乐，佮使阮永活的愿望甲永远的活命。主啊，求主你引带阮加持阮，互阮伫所有的采用、所有的奉献、甲所有的服侍，拢会当遵坦主你的旨意来行。这是阮满心欢喜献上互你，愿你感动。愿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继续报告。4月11号小会的决议事项，第一项是同意许信一姐妹借3楼的大教室举办肌力训练班。大家都知道肌力训练训练肌肉的她会再跟大家详细说明这些事情。第二项是同意补助阳明山的那个社青的退休会，那是在5月的17到18退休会的活动。第3点，请牧师来说明一下。最近拄着咱的兄弟姊妹也是伫教会教界中间拄着我想拢讲，牧师你要退休全世界拢知影迄边啦，遐袂遐紧啦年底。但是呢，咱伫这个年底退休之前咱可能这个所在要说明一下就是讲咱长老教会一个制度，第一个制度就是关于牧师的退休，早在半年前就来提出，安尼那所以大家拢知影讲旧年就知影要退休，但是半年前就是到年底11月时阵，在半年前，因为这中间小会决定，佮去中会，中会审核了，佮去总会，总会再审核，所以这个过程我要填10张表。你知讲这关系代志真济申请做者代志10张表格好，所以呢，这是第一步咱社会通过然后一步一步安尼审核过去。那第二就是咱进前几礼拜有讲起牧师要监选牧师的代志那这是我的疏忽就是讲，我认为大家应该都知道理所当然应该就这样后来发觉讲不一定因为做些咱兄弟姊妹并不是咱长老教会的背景所以伫遮一个说明那现在咱有2个牧师因为2个牧师，所以我称作是主任牧师。你知影我要做牧师，做咱公教的牧师，爱经过一个程序，就是啥呢？监选安尼可能所以差不多10几年前，我要来先拣选。召开有合会，监选通过，那我才进来。即马老牧师做咱的牧师时，安怎入来呢？是我的团队有点我的父母打修会讲好，所以一直入来。有没有经过你们同意？没有。没有经过你们同意，怎么当牧师呢？因为他是向我负责。那现在我要退休了。安尼感觉讲袂歹啊，修会嘛感觉讲袂歹啊所以我们要请他正式的公园教会的牧师，所以要经过什么呢？要拣选安尼所以经过大家同意这里较严格的规定就是讲要有我们会员2/3出席2/3通过，大部分的1/3拢同意，感觉伊袂歹同意较会当做咱的牧师所以差不多退休进前半冬，咱就选起来坑选起来了是不是变咱的牧师也袂？迄是选起来讲咱有要来骗安尼嘛是爱去经过一个选品，差不多嘛是选过了，该公告然后9月时阵去中会打选品，选品是不是咱的牧师嘛袂？什么时候才成为我们的牧师呢？表示我退休了会较讲所以
伊正式接咱的主任牧师，就在我退休的时阵。啊，什么时候办退休呢？11月15。所以迄天伊较正式代替我成为我们正式的牧师。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天数啦吼。所以要量早甲咱讲，就是咱去中会请伊即天来主持吼，6月28。咱兄弟姊妹吼，嘛是要准备即天时间拨出来哦吼。因为你若无出席吼，无过2/3，咱无度选的吼，后摆无牧师呢吼安尼。所以你若要去旅游啦，要日本去倒位吼，你讲迄天袂使吼，我得时间拨开选了咱较去吼，是进前去安尼吼。所以这是整个这过程。所以到伫11月15，因为我生日是12月初2啦吼，所以我即摆已经申請12月初2进程退休。那11月15要辦這個3合1迄天。牧师退休礼拜，甲赖牧师如果若算过就任礼拜，安尼。所以我反正兄弟姊妹知影这整个天数，安尼一直到牧师无遐早走啦，算起了哦，牧师若敢算过，你要去倒位？我也袂，到11月中迄天进城甲就任一起办，这是这整个咱的长老教会这制度互咱兄弟姊妹知影这代志。来，第二项是近期的圣礼典，定于5月3号2堂礼拜中举行。后要设立兄弟要跟干事报名，或是找牧师讲一下。第3点，传道组本主日在4月19下午2点举办1年1度的携手爱无限，地点是教会1楼请为本次活动受邀的亲友代祷。第4点是台神学系的神学课程返璞归真的基督徒助人，上周4月18号开课。那我们今天有为了这件事情有一些影片给大家看一下。有吗？相片。没有，没有，就在我们 PPT 的下一章而已，没有影片。PPT 的下一章。这是上课的一些影片，牧师要不要？相片啦，不是影片啦。牧师要说明吗？不用 ，OK。还有没有下一章？没有了，就一章而已。好，好，第5点。新竹中会松年部本周四4月23号上午9点半，在公园教会举办专题讲座，高龄资产规划及如何防诈骗，听起来蛮重要的。要向敏泰长老报名。第6点，既要真理课程、受洗课程，本主日的4月19号，成为上帝家里的人，还有7月8号的课，主理是春菊执事。还有下午12点半在601教室。第7点，台湾梅比谷协会定于5月1号礼拜五9点半到3点半，在本会1楼举办梅比谷的，它叫梅比谷 Man 大集合童工退休会，欢迎对梅比谷的儿童事工有负担的姐妹兄弟兄姐来报名。有备午餐。还有第8点就是需要2025年个人奉献证明以及申报所得税的资料，请在1楼登记，招待登记。好，报告完毕了，熊莹。新朋友，对，新朋友来，我们今天要欢迎一位新朋友。李玉珍，希望我没有念错。请新朋友可以站起来，我们招呼一下。他是新北投教会，对吗？
OK， 其实家住在园区1路那边。OK， 那跟进关怀的团队是妇女团契，请大家对我们新朋友多多照顾，那我们大家给他鼓掌。好，上赢向西390首，请起立。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听谈，圣神的相通，家人正人三甲地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下次乐得必回。